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2月初5。以赛亞書25章1節安尼講：耶和華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尊你做懸，我要學樂你的名，因為你用忠信誠實行奇妙的事，就是你對古早所擬定的。三甲來祈禱，用忠信誠實行奇事的天父，願感謝你。主啊，你是全能全知、無所不在、無所不能的上帝。主啊，你也是慈愛、忠善、以愛施恩、歡喜赦免的天父。主啊，你用大能創造大地，用智慧建立世界，用聰明天開穹蒼。主啊，就是阮的性命，也是你用智慧所做的。你聽阮這麼大，阮要深深獻上阮的懊惱甲感謝。主啊，阮的一生攏是在佇你的手，你對阮的計劃奇妙偉大，因為你是阮的上帝，阮要尊你做懸，因為你用忠信誠實行奇妙的事，是你對古早就為阮所擬定的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感謝主，伊對咱的生命早就有計劃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